大家好，我係張明，歡迎大家嚟到賽馬108 Channel。今個馬季嘅賽事係剩翻7個賽日嘅賽事，其中咧就係有3次係谷草野賽啦，即係包括嚟緊聽晚星期三嘅谷草野賽，另外4次咧就係沙田嘅賽事，都係真真正正嘅倒數階段啦。另外喺嗰個冠軍練馬師之爭嘅形勢方面咧，而家領先嘅就係方嘉柏啊。咁如果睇翻佢嘅頭馬數字有63 win， 佢就 head 住阿沈集成4 win，head 住阿廖康銘5 win， 加埋沈集成咧就落後方嘉柏2席亞軍嘅。咁而廖康銘嘅亞軍數字咧就多過方嘉柏9場。咁換言之咧，沈集成同埋廖康銘其實咧計條數就係話佢哋要喺餘下呢7次嘅賽事裏面咧，首先係贏夠5個 winner 啦。仲要望阿方嘉柏咧1 win 都冇喎，所以咧咁嘅形勢睇落去，方嘉柏咧就真係好大機會可以贏到今季嘅冠軍練馬師寶座啦，亦都係佢過去以嚟嘅第五次能夠贏到冠軍練馬師嘅名銜嘅，睇嚟佢都係形勢大好啦。另外咧，啱啱嘅沙田賽事咧就係都好多冷門啊。不過咧，原來Double 喺佢自己嘅 Facebook 咧嗰個選擇裏面咧，佢係中到第8場嗰匹千禧龍大冷 win 之餘啦，安帝佢都揀到㗎，中埋條大冷 Q 㗎，所以咧都好犀利嚇。咁而今次 Double 同埋祖馬龍咧繼續有心水提供嘅，因為場次嘅關係啦，先聽下祖馬龍嘅心水啊。佢係揀咗第4場嘅，揀3匹馬，有5號隨緣得勝、2號加州活力同埋8號花開。另外 Double 心水揀第6場都有啲賠率嘅，就係8號3代智醒、4號佐治傳奇同埋11號喜樂之星。都係嗰句啦，如果大家想知道 Double 嘅第4選咧，同埋其他場次選擇，可以上佢嘅 Facebook 專頁嘅。佢嘅 Facebook 專頁咧係打比樂 Double， 睇下會唔會又發掘到啲冷門啦。跟住咧就到我嘅心水提供，我揀第7場，呢場第3班1000米嘅最短途。呢場賽事咧就揀3匹馬，首先就揀3號精彩復星。呢匹馬咧就係自購馬嚟㗎，咁其實佢季初嘅時候咧都喺呢一個田賽1000米嗰度贏過馬嘅，咁當其時咧就都係一放到底翻嚟贏啦，咁同埋亦都係即係今次嘅配搭啊，希威森幫佢贏嘅嗰次，即係換言之咧，今次呢一個人馬嘅配搭咧都係駕輕就熟啦。咁後來咧，精彩復星亦都試過轉去跑馬地跑，都繼續有表現㗎。佢喺即係493個總場次咧，喺場谷草千二跑第2之後咧，跟住嗰場咧就隔一個星期跑咧就贏馬啦，喺谷草千二。咁換言之，呢匹馬谷草嘅性能咧都係好嘅，即係屬於都係田草又得，谷草又得嘅馬。不過咧，佢贏完馬之後咧，因為都密住跑啦，咁可能咧連續跑嘅關係啦，佢喺贏完馬之後嗰場咧繼續跑場谷草千二咧，嗰場就跑得比較差啲。不過咧跑完嗰場之後咧，佢唞翻個幾月咧，喺5月啊同埋最近嘅一場連續2次嘅田賽1000米咧都跑得唔錯嘅。即係睇到呢一匹馬咧嗰個態況都幾穩定嘅，加埋咧大衛希斯呢個馬房大家都見到㗎啦，佢嗰啲馬咧佢唔留手嘅，即係跑開好嗰啲咧就一路搏上去，所以我相信呢一匹精彩復星咧都係會繼續去爭取成績㗎。咁而今次咧就翻嚟跑馬地跑啊，跑1000米，照計以佢嘅速度咧1000米都冇問題嘅，因為佢都係贏過田賽1000啦。亦都係谷草千二，亦都贏過啦，有嗰啲贏谷草千二嘅級數喺度啦，亦都唔係一定要自己放頭得啦，因為都試過跟第2位入 Q 㗎嘛，所以跟住排咗4檔，重大面箍咧，亦都係贏馬配備，所以呢匹馬咧都幾穩陣嘅，即係再希望贏。跟住再揀咧，就揀嗰匹5號品德寶寶呢一匹馬咧，季內喺呢一個谷草1000米3 win 嘅。其中一場咧就係前一仗咧升上嚟3班咧，征服呢一個班次嘅。咁嗰場賽事佢都係跟一個快步速
翻到嚟咧都唔斷嘅喎，繼續咧壓過咗內側嘅對手之餘咧，亦都擋得住後上馬，即係包括嗰啲價值傳承嗰啲，所以嗰場頭馬咧都係屬於一個即係幾出色嘅賽事嚟嘅。然後後來咧再跑一場咧，嗰場因為排咗11檔啦，出閘又唔算話特別快，加埋騎師咧嗰個積極性咧都唔係話好夠，可能因為個外檔關係，結果就沿途咧走個4碟望空跑，轉個大彎翻嚟，乜都蝕晒啦。但係佢都係輸唔夠2個馬位，所以呢匹馬咧嗰個態況亦都係好穩定。咁而咧今次係隔咗成2個月跑啦，賽前亦都有試閘，都好對版㗎啦。排個6檔咧就冇上次咁差啦，配搭就用何澤堯，其實呢一個配搭咧都試過之前人馬合作過咧，攞過一席第3嘅，嗰次都係輸好短距離嘅啫，所以咧配搭方面咧都唔使擔心，呢匹馬都係可以加埋考慮㗎啦，都係可以爭 win 嘅同嗰匹精彩復星。跟住再揀咧就係4號嘅價值傳承啦，呢一匹馬就轉翻用阿潘頓啦，因為其實佢嚟香港嘅第一場入 Q 嗰場咧就係潘頓跑嘅，喺田草1000米，而最近跑3場谷草1000，排個檔都係比較外啲啦，同埋早段咧都係較為後啲追上嚟，都係蝕住嚟追嘅。咁今次排個7檔，加埋用潘頓咧，估計咧就唔使留到咁後嘅。咁同埋如果以佢喺549總場次嗰場輸俾品德寶寶唔夠1個馬位嗰場嘅成績去計咧，即係計埋嗰個來回副榜咧，其實佢都會同隻品德寶寶鬥得接近，所以呢匹價值傳承咧都係可以加埋去鬥㗎啦。第7場我揀3匹馬，分別有3號精彩復星、5號品德寶寶同埋4號價值傳承，希望咧 Win Q 中之餘咧就中埋3重彩啦。心水翻到呢度啦，大家見到個屏幕右上角咧就係一個會員資訊嘅查詢電話，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可以 WhatsApp 到呢個電話度㗎。另外，大家如果覺得呢一個 channel 唔錯咧，自己訂閱之餘咧就 share 出去啦，俾埋個 like 啦，我哋更加開心啦。亦都歡迎大家喺評論區留言。節目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再見。